蕭敬騰呢排真係可以鬆一口氣啦，事關最近寄恐嚇信俾佢嘅疑犯，終於喺台灣落網啦。佢呢日心情大靚，喺杭州開演唱會，被稱為雨神嘅佢仲講笑咁話，去到杭州第一日已經落雨，所以嚟到演唱會呢日先可以有好天氣咋。蕭敬騰仲唱咗多首好歌，用音樂報答支持佢嘅歌迷啊！